過千尺嘅大單位，可以飽覽珍貴嘅維多利亞港，單位實用性非常之高。今日我哋嚟到和富中心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Pierre。如果你想講到區某一個樓盤嘅項目，你哋揾啲乜嘢？今日我哋嚟到和富中心參觀一個過千尺嘅3房單位，呢個單位正就可以望到咁靚嘅維多利亞港。單位實用1309尺嘅3房單位，客飯廳係類似釘嘅間隔，可以明確咁將客飯廳分開。而客廳嘅部分望到維多利亞港。嚟到廚房嘅部分係雙排嘅設計，而旁邊就係工人房，有兩邊嘅窗增加翻空氣嘅流通。嚟到第一間睡房，長方形嘅間隔，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景觀係主要望翻我哋裏邊嘅城市景。嚟到浴室嘅部分係淋浴間嘅設計，加上有窗。而另一間睡房同樣都係長方形嘅間隔。如果呢度擺咗雙人床之後，相信都仲有空間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和富中心一向都係俾人覺得單位嘅實用性非常之高。而主人房嘅部分，除咗入牆衣櫃之外，同樣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可以幻想下每一日起身，你都可以望到出邊咁靚嘅維多利亞港。影片就返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想嚟參觀呢個單位，不妨聯絡我啦。我係 Pierre。